嗱，聽到喎，正手同埋反手嘅握下法。你記得反手嘅時候咧，要做少少嘢嘅喎。如果而家唔知嘅咧，你睇下究竟係點啦。睇清楚啊！好，跟住第二樣就係前後長嘅步伐。留心睇下，呢個係乜嘢嘅字母嚟嘅 ？OK。上網嘅時候出腳，退後咧有側身，好啦，呢度裏邊咧，其實你做動作做兩組就已經 OK 啦，1分鐘裏邊做兩組。咁好啦，我想問下，有冇人睇到呢個係乜嘢英文字母啊？有冇啊？睇唔睇到啊？睇唔睇到咩英文字母啊？你哋睇唔到啊？有人 Y 係啦 ，Y 字啦，係啦。咁你做嘅咧就係做兩組，咁就已經 OK 嘅咯喎。好，跟住向上控球，又係迪迪仔啦。頭先咧5球就可以喎，今次咧有難度嘅。第一要正手1次，反手1次。第二係要有10球連續嘅，咁先叫合格喎。OK， 好，跟住第4樣係上手擲球。同樣係3個波，揼到1個過去就已經 OK， 但係今次因為你2星啊嘛，所以難啲啦，就喺呢一條線，睇到未啊？過咗8球線後邊1支球拍嘅距離，先揼過去，係啦。OK， 你睇下啦喎。只要有1球過咗呢條界，咁你就點樣啊？合格㗎啦。好，跟住第5項係正手發高遠球，同樣有5球嘅機會，只要有1球係喺第2支拍嘅距離呢個位置。2支拍嘅距離，呢度嘅後邊係啊。記得咁慢呢個。好，嗱，同樣因為有1個波過咗呢個範圍，咁你就已經係合格㗎啦喎。好，恭喜你，而家咧你已經考咗2星章啦喎。